我唔知影呢。我感觉台语老师会晓教册，都会晓唱歌，真认真。因为我觉得其实蛮多的。跳舞不？哇！我心跳的呀，照闪光。我的手已落回中湾。啊，咱若袂歹，我拢无啥物想法。我嘛是啊，我感觉无啥物特别厉害的所在。无啊，我感觉伊袂正常呀。系啊，以后会使去教别人化妆。咁样呢？哎，这块块这个720。我说掉，我明明就保守很好。是有的刚拍，然后跟人家很好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唱琵琶行的这一段。那这一段呢，就是琵琶唱而且大家把它录下来。再来念。哦。小仙切切鲁思鲁，曹操切切就把南方人。那这个曹操切切南方人。虽然大家对未来拢有想法，但是我感觉现在是国外开始比较好啊。对啊。